社會少子化浪潮席捲全球先進經濟體，香港亦都唔能夠幸免。根據政府統計處2023年嘅推算，未來10年，即係2026年去到2035年，本港嘅小一適齡人口將會由47000名銳減去到38300名，呈結構性下降。面對呢股不可逆轉嘅人口趨勢，教育局近日公布2026-27學年15間小學獲派零班小一嘅消息。咁喺一片學校停辦嘅憂慮聲之中，我認為市民有必要冷靜思考，當學生人數銳減嘅時候，點樣去彌補對學生群育發展嘅損害？係咪每間學校都應該不計成本咁樣撐落去？定係話呢個係一個重新審視公共資源運用原則嘅契機，提供一個真正有利莘莘學子學習同埋成長嘅教育環境呢？根據教育局現行做法，如果學校喺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下獲派學生人數少於16人，而同一學校網內其他參加小一派位嘅學校仍然有學位餘額，除非有特殊考慮因素，涉事相關學校呢係唔會獲批開辦資助小一班級，即係獲派零班小一。教育局已經成立由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碧善擔任主席嘅支援公營學校持續發展專責小組，協助獲派零班學校暢順過渡，將對學生嘅影響減到最低。對學生嚟講，學校唔單止係學習課本知識嘅地方，更加係透過群體生活建立社交技巧、培養待人接物態度嘅重要場所。正如李碧善指出，適當嘅學生人數同埋班級數目，有利營造合適嘅教學環境同埋群體學習機會，培養學生待人處事互相尊重嘅價值觀。若果校園內同齡玩伴寥寥可數，佢哋又點樣能夠透過同同儕嘅互動同埋磨合，學識解決衝突、建立友誼、培養團隊精神？微型學校實際上係剝奪咗孩子寶貴嘅群育機會，對佢嘅全人發展構成障礙。教育嘅核心係學生，而唔係學校。社會係應該看重學生嘅未來，而唔係學校嘅過去。為咗應對小一適齡人口下降嘅問題，教育局喺2025年3月向全港資助小學公布咗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積極推動資助小學嘅辦學團體同埋學校考慮同其他屬於相同或者係不同辦學團體嘅學校合併，加強協同效應，提升學與教質素。為咗促成學校合併計劃順利落實同埋平穩過渡，教育局為合併後繼續營辦小一嘅學校提供100萬元嘅額外津貼，並且容許相關學校喺合併開始後3個學年保留額外教師人手。教育局近日亦都進一步優化與其他學校合併方案所提供嘅便利措施，等合併後繼續營辦小一嘅學校喺合併開始後首3個學年內，如果首次未能喺小一派位獲批開辦資助嘅小一班級，可以獲豁免申請方案一次，並且可以無條件再參加下一年度嘅小一派位。教育局成立嘅支援公營學校持續發展專責小組，更加好似升級顧問團一樣，成員係包括資深校長、持份者代表同埋局方嘅人員，將會全力協助學校規劃未來路向，邁向合併升級嘅目標。我認為局方嘅新思維確實能夠更好咁樣處理學界面對嘅老問題，唔好理係由邊一個角度去睇。進一步優化嘅與其他學校合併方案都係極具前瞻性，佢能夠給予新合併學校一段寶貴嘅蜜月期，等管理層同埋教師團隊能夠專注於教學規劃同埋內部融合，穩固學校嘅根基，而唔係即時憂慮下一年嘅收生數字。呢個正係以學生福祉為依歸，務實咁樣協助學校平穩過渡嘅具體體現，務求達到1+1大於2嘅成果。推動學校合併係一次積極嘅資源優化，透過合併，兩所學校可以整合資源，結合彼此嘅強項，為學生提供更寬廣而均衡嘅課程同埋更豐富嘅學習經歷。以官立學校嘅成功經驗為例，
無論係龍翔官立中學與九龍工業學校嘅合併，定係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與北角官立小學嘅合併，最終都成功結合咗兩校所長，為學生提供咗更穩定嘅教學環境。呢種整合能夠確保合併後嘅學校擁有完整嘅班級結構，俾學生喺一個有足夠同儕互動嘅環境中健康成長。喺適齡學童人口出現結構性下跌嘅情況下，推動學校合併呢項軟着陸政策，對學界嘅影響同埋震盪肯定係最少嘅。平穩有序咁樣減少剩餘學額，亦都係對全港納稅人負責任嘅體現。香港學校嘅營運成本極高，以小學為例，一所資助小學每年嘅營運成本最少係需要2000萬元，校舍保養、水電開支、教師薪酬、教學器材，全部都涉及公共資源。任由獲派0班小一嘅小學勉強營運，最終全校隨時僅得大概100個學生，教學嘅人均成本急劇飆升，明顯係不合乎成本效益，亦都唔係運用公共資源嘅合理方式。學齡人口結構性下降，對香港教育體系嚟講，既係挑戰，亦都係轉型升級嘅契機。與其被動咁樣睇住一間間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萎縮，不如主動出擊，透過合併整合資源，打造更具效能、更能夠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嘅教學環境。教育局係必須堅持軟着陸嘅方針，以果敢嘅決策同埋充分嘅支援，引導社會告別對微型學校嘅迷戀，走向更加高質量嘅發展道路。教育始終係以學生嘅福祉為依歸，最終目標唔係保住任何一間學校嘅招牌，而係為每一個香港莘莘學子提供一個真正有利於佢哋成長同埋學習嘅未來。